虽然法术没什么进展，可小凡这身手倒是练得还不错。大师兄，你干嘛呢？没事没事，你们饿了吧？师兄给你们烧水劈柴去。小凡，早点回来做饭啊！走。哦，小凡，没关系，勤能补拙嘛，慢慢练习就好了。走，我们回去做饭吧。小凡，走吧。好。走。师兄啊，你说小凡为什么就练不会这个法术呢？他怎么能和我们比呢？这第一层法术练了3年，这第2层不才2年吗？没什么进展，也很正常。六师兄，刚才是不是你在捣乱啊？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不也是为了帮助小凡，给他打打气吗？谢谢六师兄。装吧你就装啊，肯定是拿小凡赌钱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师兄刚刚帮你了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哎呀，借点钱呗。钱？哎，我说老六啊，小凡都没下过山，哪来的钱？师妹，你借我一点呗。哎，哎，谢谢师妹。借钱干嘛？你会那么多法术，有没有修仙门派的自觉啊？你们是知道的，按照青云旧例啊，凡是弟子修炼到第4层功法，那就要去下山游历一番，去搜寻具天地灵气的良材宝物，练就自己的法宝了。哎，可这山下不比咱们青云门啊，吃饭、睡觉、住店，哪儿不花钱？哦，我总不能说我吃饱了饭，我御剑飞走了吧？大师兄，要不我没钱啊，我的钱都让文明管着呢。切，这么没有义气！别废话，劈柴。劈柴。快点！师姐，师傅不让我们下山，这样不好吧？哎呀，来都来了，不是说好了要给六师兄换点钱当盘缠的吗？哎，胆子大点儿，有我在，没事。你把师傅半个田的灵草都给铲了，回去咱们死定了。不怕，我爹要是问起来，我们就说被后山的野猪给拱了。走吧，走走走走走。
我们就在这儿吧。走啊。哎，师姐，行吗？哎，你看啊，各脉弟子都在这里采买，所以啊，没有人会注意到咱们。哦。哎，开始吧。啊？喊一喊啊！哦。卖仙药仙草了，卖仙药仙草。声音这么小，谁能听得到啊？大声一点。大声一点。来，大声点。卖仙药仙草了。卖仙药仙草，哎，您看看。哎，您看一看吧，卖仙药仙草了。乖啊，师姐先去逛一逛，一会儿就回来啊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卖仙药仙草了，卖仙药仙草。哎，看一看了。多少钱？喂，太多了。在哪儿呢？前面。喂，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下来！站住！别跑！下来！你给我站住！别跑！给我下来！小凡，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给我站住！别跑！你是青玉门的人？你是谁啊？为什么拿石头骗人？赢钱收器，当面点清，过后概不负责。你自己没看清楚啊？问谁啊？快把东西还给我！想要啊？啊！自己来拿呀！小凡，师姐，我在这儿呢！师姐，我在这儿呢！师姐。哎，师兄，你是不是也在找一个戴斗篷的女孩啊？